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县环保局用电子监控系统来掠乱弹粪扫，结果发现，伫个中华海线地区，有民众骑着乌多摆四界去弹粪扫，等伫个排水沟，等伫个草埔，等伫个空地啊等等。啊，讲这机车拢是来自同一个车主。环保局讲，有一个车主，伊有10台的机车，陆陆续续一直咧犯案，总共互开出着52张的罚单，处分的金额是312000块，拢无纳。已经移送到行政执行署强制来执行，若阁未纳钱，就要查扣车辆。这个骑倒摆人骑到偏僻的所在，为脚踏板灌一包粪扫凊彩导弹，换一个所在来到水沟边，这个骑脚踏车的人粪扫灌了嘛凊彩弹落草埔，这款的行为，和在地人真正有够生气。干嘛没有什么道德啊那样？应该是职业的吧？我觉得这种人抓来要好好的审问。中华丰原大城海线地区，有人伫排水沟、草埔啊、空地啊，这偏僻的所在，乌白弹粪扫。环保局一个调查发现，讲这乌倒摆拢是同一个车主，是无共人伫骑尔。有一个车主，他有10台机车，陆陆续续一直在犯案，总共是52张罚单，那处分金额达到312000元。依照环保局资料，这个姓纪的车主户籍伫高雄，敢若你开机车行，伊名下都10外台乌倒摆，要13台汽车。这个乌倒摆部分有乱弹粪扫状况，其中一台1809年就开始无纳牌照税啊。10台乌倒摆乌白弹粪扫罚款312000块，即嘛拢无纳，被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。会跟环保局一起合作，去强力追查他名下总共13辆的汽机车的车辆所在地。如果查获的话，会把它查封，并且变卖。这个车主将伊乌倒摆和无共人骑乌白弹粪扫拢互录来，已经通知伊到案说明，并且强制要求伊罚款爱中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